歡迎睇到 Inside iTom Solutions 呢個係我哋專屬嘅影片系列，會同大家解釋點樣用 Manage Engine 嘅 IT 解決方案去監控同管理唔同嘅 IT 系統。我係 Vishnu，今集我會同大家講下點樣用 Op Manager 去監控程序同埋服務。喺之前一集，我哋講過點樣用 Op Manager 去監控伺服器嘅運作時間同埋主要效能指標。如果你有興趣睇翻嗰集咧，可以喺呢條連結。程序同服務其實就係一啲程式喺你嘅伺服器運作入邊擔當住好重要嘅角色，所以好合理。你唔只係要監控佢哋嘅運作時間狀態咁簡單，你仲要清楚知道佢哋用咗幾多資源。Op Manager 咧就正正可以幫你做到呢樣嘢。好似我上條片講過，Op Manager 有個專門俾伺服器用嘅分頁，入邊咧你可以開到伺服器快照頁面去監控每一部伺服器裝置。我哋而家使入去 Monitors 監控分頁呢度咧，每一種監控都有自己專屬嘅分頁。上一部分咧，我哋就講嘅效能監控。而家我哋一齊睇下進程監控。正如我之前講過 ，App Manager 唔單止幫你追蹤運作時間狀態，仲會俾你多啲背景資料，例如 CPU、記憶體同埋執行實例數量等指標。如果你想詳細嘅呢啲指標，只要喺度撳一下，就會帶你去專屬頁面。喺呢度咧，你會見到進程嘅可用性時間線、可用性統計數據同埋故障歷史，仲有追蹤執行實例數量、記憶體同 CPU 嘅圖表。透過同時追蹤關鍵進程嘅可用性同佢哋用咗幾多資源，你可以更容易揾到效能瓶頸，亦都可以更好咁優化你嘅伺服器進程。如果你想加一個進程監控，只需要喺 Actions 操作，再冇 Add Monitor 新增嘅監控就得。Op Manager 會列出所有活躍進程，等你可以揀選同埋加翻需要嘅監控。而家你對你嘅處理器有晒全面嘅可見性，咁不如試下設置一警報啦。我睇翻去進程監控嗰個分頁嘅編輯圖示，就可以為你監控緊嘅進程設置警報 Heuristic。依值就係你可以設定嘅條件，當監控指標達到呢啲條件就會產生警報。一旦你設好橋值咧，Op Manager 就會監控嗰個指標，睇下有冇違反你設定嘅條件。如果違反咗，你就會收到警報。對於進程，你可以編輯佢哋，例如進程嘅路徑同埋參數，仲有會產生咩嚴重程度嘅警報。你可以設定咗條件，例如監控指標等於大過、少過或者唔等於你設定嘅 Q 值。重設值 Ream Value 就係一個用嚟重設警報嘅數值，佢代表住監控指標嘅數值已經回復正常。等我用個例子解釋下。如果我為呢個進程設定嘅 CPU 強值係75%，而重設值係70%，佢每當呢個進程用多過75% CPU，你就會收到警報。但係如果之後檢查嘅時候，呢個數值跌翻落去重設值70% 以下，Op Manager 咧就會標記警報為已解除。而家你可能會咁，點樣可以編輯進程嘅監控間隔呢？呢點特別重要，因為你可能有啲關鍵伺服器同進程需要定時檢查，同時咧你都可能有啲唔太重要嘅伺服器同埋進程。呢啲情況下，用長啲嘅監控間隔都得。要設定呢個，只要翻去嘅三文治圖示，佢可用性監控，再設定監控間隔就得。咁樣就可以定義 OP Manager 幾耐檢查一次裝置本身佢嘅進程服務同 Windows 服務嘅可用性。到目前為止，你已經見到 Op Manager 點樣嚟到活躍進程，追蹤每個進程嘅關鍵效能指標，仲會產生警報。咁如果你想監控伺服器上面運行緊嘅特定服務呢，假設你想喺某個服務運行咗你伺服器某個埠口嘅時候，如果佢停嘅，就即刻收到警報。Op Manager 可以透過 TCP 協議咧，幫你做到呢樣嘢。我哋而家去服務 Services 分頁，咁落去新增嘅監控 Add Monitor 選項，你可以喺呢度加埋你想監控嘅特定服務同埠號。Op Manager 會用 TCP 檢查去睇下嗰個特定服務有冇運行，每次監控伺服器可用性都會咁做。加咗服務監控之後咧，你就可以喺呢度見到佢哋嘅清單，連埠號、可用狀態同埋回應時間都會顯示出嚟。有時候即使個服務仲運行緊，都可能因為伺服器有問題而變慢。
你可以透過監控回應時間去檢查呢樣嘢。如果你想為回應時間設置警報，就冇編輯 Edit 選項。喺呢度你可以設3個門檻值，唔似之前監控程序 Process Monitors 只可以設1個。咁樣你見到警報嘅時候咧，就可以即刻知道件事有幾嚴重或者幾緊急。低層次問題就係注意 attention， 再嚴重嘅就係麻煩 trouble， 如果係即時要處理嘅就係嚴重 critical。好似之前咁，重設值 rearm value 係用嚟將警報重設翻做正常狀態。而家呢啲門檻值就係用嚟追蹤服務嘅回應時間。你可以用上面講嘅條件去為服務中斷本身設置警報。如果 Op Manager 揾唔到呢部伺服器某個埠口嘅服務，佢都可以發出警報。你可以指定嗰個警報嘅嚴重程度，仲可以設定要經過幾多次檢查之後 Op Manager 先至發出警報。例如，如果你喺度將嚴重程度設為嚴重 critical， 而檢查次數設為3，即係話如果服務連續3次檢查都揾唔到， Op Manager 就會發出警報，嚴重程度係嚴重。而家你可以透過圖表去檢視過去嘅運作時間同埋回應時間統計數據，翻去然後睇翻圖表嗰個圖示，好似處理嘅程序一樣，你都會有一個專屬分頁去睇呢個特定服務。好啦，咁 Op Manager 可以幫你追蹤伺服器入邊嘅活躍程序，同埋喺特定埠口運行緊嘅服務。Op Manager 仲有一個功能，我都想同大家講下。講到 Windows 服務 Op Manager 有專屬嘅監控機制，你仲可以設定基本自動化去排查 Windows 服務出現嘅嘛。我哋一齊睇下啦，翻去然後攞翻 Windows 服務監控分頁，同程序同服務一樣，你可以見到一個已經監控緊嘅 Windows 服務清單。同之前一樣，你可以用動作個掣將更多服務加落監控清單度。好啦。等我哋睇下點樣可以自動化 Windows 服務嘅基本排錯。睇落去編輯圖示，喺呢度你可以設定服務中斷時嘅基本回應，同普通服務一樣，你可以設定當有一定次數檢查失敗嘅時候，根據嚴重程度去產生警報。但除咗呢啲之外，如果服務失敗，你仲可以選擇重新啟動服務，甚至成部伺服器都可以重啟。呢個對於第一線排錯特別有用嘅，因為好多時都可以解決大部分服務問題。你已經見到點樣去監控伺服器嘅程序服務同埋 Windows 服務。如果你只係專注一部伺服器，咁樣做就啱晒嘅。但如果你要監控幾百部伺服器，點樣可以擴展到咁多部呢？所以 Op Manager 咧就有監控範本 Templates 咧呢個功能。呢啲範本就係所有可用監控項目嘅資料庫。你可以一次過設定好，然後批量應用到多部裝置上邊。翻去設定 Settings 嘅監控設定 Monitoring Settings， 下面你可以揾到專門用嘅監控程序服務同埋 Windows 服務嘅範本。等我示範下點樣用呢啲批量設定去做服務監控。潮選服務監控 Service Monitors， 喺呢度你可以見到所有服務監控項目嘅完整清單，佢哋嘅詳細規格同埋失敗門檻。你都可以直接用編輯圖示 Edit Icon 去修改服務中斷警報。你仲可以佢哋發現新裝置時強制掃描 Mandate Scan During Discovery， 咁樣就可以確保你發現新裝置時，如果呢個服務嘅指定埠口有提供，就會自動啟用。你仲可以睇到已經關聯嘅裝置清單。呢個就係而家有幾多部裝置入邊咧有監控緊呢個服務嘅。如果你想一次過關聯多啲裝置，可以嘅。關聯 Associate 按鈕，佢好服務，再睇你想套用嘅裝置。呢個批量操作功能嘅監控設定入邊，對於程序同 Windows 服務都一樣有得用。佢哋喺各自嘅分區度，你就可以用 Op Manager 去追蹤你嘅關鍵伺服器入邊所有程序服務同埋 Windows 服務，深入了解佢哋嘅可用性同埋資源使用情況。希望呢個對你有幫助啦。Op Manager 其實仲可以幫你嘅伺服器做到更多嘅，佢仲可以監控檔案、資料夾、網址，甚至硬件健康狀況等等。記住收睇我哋下一條片，學下點樣做到呢啲功能啦。同時，請訂閱我哋嘅頻道，並點擊鈴鐺按鈕，以確保你唔會錯過任何更新。感謝觀看，我哋下個視頻再見。